整晒各位隊友，國際騎師賽嘅9場賽事咧就結束咗㗎啦。賽事咧就相當之精彩嘅，方家柏咧3 win 啊，咁我咧亦都3 win 嘅。首先咧就多謝一直支持我嘅老友啊嚇，機會咧永遠都係留翻俾做足功課嘅人嘅。以下咧就係賽事嘅總結啊。咁第二場嘅5班嘅1200米，咁呢隻5號嘅焦點咧留得太後啊，後追咧第4啊，呢隻2號嘅飛王咧，今次排過一檔咧，咁亦都係後追第5嘅。我相信呢兩隻馬咧狀態都冇問題嘅，日後咧相信咧係有機會咧係再贏馬嘅。第三場嘅4班嘅1650米，咁1號嘅好實力啊，排過4檔，霍運星出閘就醒目啦，一出閘就搶咗出嚟，跟住當一檔咁樣留喺個好好嘅位啊，直路上咧望空咧，好似佢神操咁啊，一衝而過，贏馬嘅，賠率方面咧有71倍。基本上咧，一洗之前幾期嘅手風唔順啊，乜都翻晒嚟嘅。咁呢隻7號嘅林寶精神咧，今次係跟前喎，直路上咧打落去咧，就好似冇乜後勁咁啊。相信呢隻馬咧可能係搏得比較多啊，我相信佢需要休息嘅。第5場嘅4班嘅1650米，呢3號嘅雙影紅咧，莫亞咧大顯即係師傅嘅功架嚇，一出閘咧放咗出嚟，由頭帶到落尾咧，緊贏過鼻啊！雖然係贏過鼻，贏馬就係贏馬啊嘛。咁2號呢隻99為尊咧，排個唔好嘅檔位。咁攝喺內欄啊，就冇拖出去外檔追啊！我相信咧，呢一馬4班咧就必有利啊！下次咧睇你嘅狀態同埋賠率咧，再同大家跟進過佢。雙影紅咧要升班嘅，今場馬咧，哇莫亞打咗好多邊啊！國際騎師賽咧，好似咧就冇嗰個邊嗰個限制嘅，每一場賽事咧入到直路咧，個個都打邊打到噼里啪啦嘅，大家要睇下，相當之精彩嘅。第6場嘅4班嘅1200米，咁1號呢隻富心星咧出閘相當之可以嘅，首個第3位，我諗住咧入直路咧一衝而過啊！點知咧入到直路之後咧，隻馬咧墮退啊！我相信隻馬咧可能有少少健康問題嘅。呢個咧亦都係賽馬一啲風險嚟嘅。我相信呢隻馬咧，如果健康有問題咧，就有排唞噶啦。亦都短時間內咧就應該唔需要再跟進。第7場嘅3班嘅1650米，3號呢隻銀亮奔騰咧，布文咧今次騎咧相當之出色嘅，步速咧就比較快啊！留喺個3位咧，直路1攻2破贏馬。賠率方面咧就雖然係少少乏味啊，但係贏馬就係贏馬。以上咧就係我今晚嘅賽事總結啦。今日咧就非常之開心嘅，希望咧各位老友都開開心心啊！因為馬上周日咧就係迎嚟國際賽啦，賽事相當之精彩啊！到時再同大家做個功課。OK，拜拜，精晒我隊友，拜拜。